你有冇發現生活裏面有一種好奇怪嘅反差？有啲人後生嗰陣冇乜錢去旅遊，嘢冇住過咩豪宅，但係到咗七老八十，身體仲硬朗，老伴仲可以傾到幾句偈。你仔女得閒會翻嚟食飯，手頭仲有啲積蓄，自己一個人坐喺陽台沖壺茶，日子反而過得安安穩穩。但又有啲人後生嗰陣乜都享受過，去過好多地方，買過好多嘢。但係到咗晚年，身體唔得啦，錢唔敢使啦，仔女各有各嘅家庭，老伴越嚟越冇話講。點解會咁？我研究命理幾十年，睇過唔少人嘅八字，發現一個道理：人嘅福氣唔係睇你後生時得到幾多，係睇你晚年時守得住幾多。已經有句話特別適合晚年，資子不抬。後生嘅時候，我哋怕自己得到嘅唔夠多，到咗晚年，真正有智慧嘅人開始明白，唔係得到越多越幸福，係守得住該守嘅人生，先唔會越過越累。今日蘇老師就同你講，人到晚年一定要守住嘅5樣嘢，尤其係第5樣，好多老人家一世都守錯咗。如果你覺得今日講嘅嘢有道理，請你喺評論區打低4個字，晚年有福。你打低呢4個字，唔係求別人俾福你，係提醒自己，由今日開始，將該守住嘅守好，將該放下嘅放下。覺得我胡說八道嘅朋友，你可以而家劃走，但如果你願意留低聽完，我會同你講晚年最需要守住嘅5樣嘢。好，我哋正式入正題。第一樣，守住身體。晚年最大嘅財富係仲可以自己照顧自己。呢個道理好簡單，但好多人到咗病咗先識得後悔。我識一個老先生，70出頭，後生時為咗頭家，為咗仔女乜都忍，食飯求其瞓覺，求其身體唔舒服都唔去理。佢話捱多幾年，等仔女出生就舒服啦。結果呢，仔女出生啦，佢嘅身體也捱壞咗。而家佢有錢，仔女也孝順，但係想去邊度去唔到，想食乜嘢食唔到，連去個廁所都要人扶。佢同我講，蘇師傅，我而家先明真正嘅自由，唔係銀行有幾多錢，係你仲可唔可以自己行出去，自己食飯，自己決定今日幾點瞓覺。呢句話好扎心，但係真嘅。你諗下，一個人到了晚年，最驚嘅係乜？唔係冇錢使，唔係食得差，最驚嘅係你連最基本嘅嘢都做唔到。你想去公園行下，但係對腳唔聽使；你想食餐好嘅，但係個胃頂唔順；你想同老朋友傾下偈，但係把口講嘢都唔清楚。到咗嗰個地步，你銀行有幾多錢有咩意義？人到晚年最珍貴嘅嘢，唔係你住幾大間屋，唔係你銀行有幾個零，而係你仲可唔可以自己照顧自己？你仲行得喐，你仲食得落，你仲瞓得着，你仲可以自己着衫，自己沖涼，自己去街市買餸。呢啲看似普通嘅事，先係晚年最大嘅自由。易經入面有一個卦叫頤卦，頤就係養嘅意思。但頤卦講嘅第一件事唔係點樣養人，而係點樣養自己。自己養好咗，先有能力去養人。好多老人家一世將仔女放喺第一位，自己嘅事永遠排最後。後生時身體撐得住，睇唔出問題，但一到60歲、70歲，身體開始還債，一世欠自己嘅一樣一樣還返嚟。有啲人70歲先第一次做完整健康檢查，先發現身體已經出咗好多問題。佢話後生嗰時邊有時間管呢啲屋企嘢，做唔完，但佢冇諗過，佢如果將自己照顧好，佢能陪家人更耐。台灣有好多老太太一生將丈夫、細路放喺第一位，自己嘅事永遠排最後。後生嗰陣身體仲撐得住，仲睇唔出問題，但人一過咗60歲、70歲，身體開始還債，一生欠自己嘅一樣一樣還返嚟。有啲老太太70歲先第一次去做完整健康檢查，先發現身體已經出咗好多問題。佢話後生嗰陣邊有時間去管呢啲屋企嘢，做唔完，但佢冇諗過，佢如果將自己照顧好咗，佢能陪家人更耐。所以由今日開始，請你將自己嘅健康擺喺第一位，按時瞓覺，準時食飯，唔好熬夜。
唔好亂食嘢，定期去檢查身體，唔好等到病咗先嚟後悔。到咗嗰陣時，幾多錢都買唔返健康。第二樣，守住自己嘅錢，晚年最大嘅底氣係手頭永遠有啲屬於自己嘅錢。呢件事對好多老人家嚟講好難開口，但係好現實。我見過太多例子啦，有個阿姨後生成日將啲錢全部交俾老公，老公走咗之後，佢先發現自己對屋企嘅存款、保險、房產乜都唔知。有個阿伯仔女有困難，佢不斷攞自己嘅養老錢去幫到最後一無所有，自己反而冇咗退路。我要同你講一句可能唔好聽，但好真實嘅話，仔女孝順係福氣，但自己嘅錢唔可以全部交出去。你手頭有啲錢，你就有選擇權。你可以選擇自己嘅生活方式，可以選擇去邊度住，可以選擇請人照顧自己，可以選擇唔使睇人面色。你冇錢你就冇得揀。好多老人家覺得自己嘅錢遲早都係仔女嘅，不如早啲俾佢哋自己仲博個人情。呢個諗法大錯特錯。錢喺你自己手，你講嘢有底氣，仔女對你有顧忌，會怕你唔開心，會怕你將來唔幫襯，會怕你偏心，佢哋會主動打電話問候你，主動返屋企探你，主動問你夠唔夠使。但係一旦嗰啲錢過晒戶，你就變成一隻冇牙老虎。你再冇任何籌碼，仔女以後唔需要再睇你面色，你病咗都冇人理，你生日都可能得自己一個人過。呢個就係現實，雖然難聽，但句句都係真話。我唔係話你啲仔女一定壞，而係人性本來就係咁。當你冇咗利用價值，你能夠俾嘅嘢都已經俾晒你，喺佢哋心裏面嘅分量自然就會減弱。錢財係你晚年嘅最後防線。錢喺邊度，你嘅尊嚴就喺邊度。易經講坤卦，坤為地廣承載，但坤唔係叫女人一世乜都狂。真正嘅厚德唔係將自己耗乾，而係知道自己嘅邊界喺邊度。你幫仔女係出於愛，但你要留返足夠嘅錢俾自己養老。呢個唔係自私，係對自己負責，亦係對仔女負責。你將自己變成仔女嘅負擔，先係真正嘅自私。所以無論仔女有幾孝順，你一定要留返一筆自己嘅錢，唔好將全部積蓄攞晒出去，唔好將間屋過早過戶俾仔女。你手頭有錢，你就有底氣；你冇錢，你就只能夠睇人面色。第三樣，守住夫妻之間最後嘅情分。晚年最大嘅福氣係半夜醒來身邊仲有人。呢個話題我上條片講過，但今日要再講多一次，因為實在太重要。年輕嘅時候，兩公婆為仔女儲，為錢儲，為頭家儲足幾十年，有時真係會覺得不如分開好過。但到咗70歲以後，仔女大咗，錢都冇後生嗰時咁緊要啦。你突然發現真正剩低嘅就係每日食飯嗰時對面仲坐住一個人，兩個人結婚40年、50年，激情早就冇晒，剩低嘅係習慣，係陪伴，係嗰份你喺度我就安心嘅感覺。我識一對老夫妻，結婚50幾年，每日朝早一齊去公園行路，行完一齊去買餸，買完返嚟一齊煮飯。有人問佢哋，你哋感情點解咁好？阿伯話冇咩特別，就係習慣咗佢喺身邊。阿婆話佢喺度我就唔驚。呢句話就係晚年夫妻最真實嘅寫照。易經有行卦，行唔係日日講幾多句情話，係幾十年過去，呢個人仲喺度。你半夜醒來口乾，身邊有人幫你遞杯水，你身體唔舒服，身邊有人幫你攞藥，你心情唔好，身邊有人聽你講幾句，呢啲看似普通嘅事就係晚年最大嘅福氣。所以對身邊嗰個人好啲，唔好再將佢嘅付出當作理所當然，趁仲喺度多啲同佢講幾句好話，多啲一齊行客街食客飯，唔好等到冇咗先嚟後悔。第四樣，守住同仔女之間嘅距離。真正聰明嘅父母係慢慢退出仔女嘅人生。呢件事我知好難，尤其係做阿媽嘅，個心一世都掛住仔女。但我要同你講一句，可能令你唔舒服，但好真實嘅話，仔女有仔女嘅命，父母有父母嘅晚年。你管得越多，佢哋越煩。
你退得越早，大家越舒服。好多老人家晚年最攰嘅一件事就係仔女結咗婚之後，自己仲喺度管新抱，點樣煮飯，女婿賺幾多錢，個孫點樣教育仔女，幾點返屋企，乜都想管。結果呢，自己攰到半死，仔女煩到避個家永無寧日。我識一個阿姨，個仔結咗婚之後，佢日日去個仔屋企幫手煮飯、洗衫、湊孫，佢覺得佢係幫緊個仔，但個新抱覺得佢係入侵。終於有一日，個新抱忍唔住同佢講：媽，你可唔可以俾啲空間我哋阿姨喊足3日，覺得好心和好報。但係你冷靜諗下，仔女成家立室之後，佢哋已經係一個獨立嘅家庭，喺佢哋嘅屋企入面，佢哋先係主人，你只係客人，你非要用自己嘅標準去要求佢哋，咁點會冇衝突？你覺得自己係幫緊佢哋，佢哋覺得你係入侵，你覺得自己係關心，佢哋覺得你係控制，同樣一件事，兩個角度完全唔同嘅解讀。你回想下你自己後生嗰個陣，你奶奶或者外母管你嘢，你開心唔開心？你肯定都唔開心。點解到咗自己做長輩就忘記咗當年嘅感受？已經有頓掛頓，唔係逃跑，而係該退嘅時候退一步。後生嘅時候，父母要企喺前面為仔女遮風擋雨，但到咗晚年，有啲事就應該慢慢退落嚟。你退一步，仔女進一步，你放手，佢哋先識得點樣行自己嘅路。真正聰明嘅父母唔係將仔女拴喺身邊，而係慢慢退出仔女嘅人生。你唔好再管佢哋點樣生活，唔好再干涉佢哋嘅決定，唔好再用自己嘅付出嚟綁架佢哋嘅感恩。你放手啦，佢哋反而會更加尊重你，更加願意翻嚟睇你。第5樣，守住自己嘅心，唔好再攞過去嘅錯誤懲罰今日嘅自己。最後呢樣係最重要嘅一樣，亦係最多人守唔住嘅一樣。好多老人家晚年最中意做嘅事就係回憶過去，後悔當初，如果當年我冇嫁給佢，如果當年我冇將啲錢俾晒個仔，如果當年我聽咗邊個嘅話，但係人生最可怕嘅從來唔係犯錯，而係你70歲啦，仲攞40歲嗰陣嘅錯誤嚟懲罰今日嘅自己。過去嘅嘢已經係過去嘅卦，你改變唔到，你後悔冇用，你耿耿於懷，只會令自己今日都過唔好。我識一個老太太，後生時受咗好多委屈，老公唔體貼仔女，唔聽話，一生都過得好辛苦。到咗70歲，佢突然諗通咗，佢話我唔想再嬲啦，嬲咗幾十年，嬲到身體都壞埋，但係嬲有咩用？嬲可以改變過去咩？嬲只會令我現在都過唔好。佢開始學嗰種花，學寫字，學同自己相處。佢話而家我先覺得我係為自己而活。你試諗下，你嬲一個人，嬲一件事，嬲咗幾十年，嗰個人知唔知嗰件事改唔改變到？佢哋根本唔知，就算知都唔在乎。你嬲嘅時候受苦嘅只係你自己，你瞓唔着，你食唔落，你血壓高，你心跳快。嬲到最後，傷害嘅係你自己嘅身體，唔係別人。所以將過去放下，唔係原諒別人，係放過自己。你放過自己，你先有空間去裝新嘅嘢。已經有福卦，福就係翻來，唔係翻去後生嗰陣，而係翻來自己嗰度，將你嘅心由過去拉翻來，由仔女身上拉翻來，由無謂嘅擔憂同後悔入面拉翻來。你而家要問自己嘅問題，唔係如果我當年點樣點樣，而係我今日想做啲乜，我今日想食啲乜，我今日想見邊個，將注意力放翻喺當下，放翻喺自己身上。呢個就係福卦嘅智慧，翻嚟自己度好好過好。今日人到晚年，真正要守住嘅5樣嘢，第一，守住身體，讓自己仲可以自由地生活。你行得、食得、瞓得，你就有自由。你病咗，你咩都冇。第二，守住錢，讓自己永遠有得揀。你手頭有錢，你就唔使睇人面色；你冇錢，你就只能夠求人。第三，守住老伴，珍惜幾十年剩低嘅情分。半夜醒來，身邊仲有人係最大嘅福氣。第四，守住距離仔女嘅路，等佢哋自己行。你放手，佢哋先識得行；你唔放，大家一齊攰。第五，守住自己嘅心。
唔好再攞過去繼續消耗餘生過去嘅，已經過去，你改變唔到，你只能夠過好今日後生嘅時候。我哋總係想為屋企添，呢樣嗰樣，到咗晚年先發現，真正嘅福氣唔係添咗幾多，而係仲守得住幾多。已經講盛極而衰，物極必反，人生到咗後半程，唔係越多越好，而係要識得乜嘢該留，乜嘢該放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呢集有幫到你，請你喺評論區打低嗰4個字，晚年有福。你打低呢4個字，唔係求別人俾福，你係提醒自己由今日開始，將該守住嘅守好，將該放下嘅放下，仲要記得點讚分享俾關心嘅人，等更多人知道呢個道理。多謝各位，我係沉思財富課堂，下集見。